我之前假設結婚嘅女性生育率係1，低估咗已婚女性嘅生育能力添。如果你想更準確，可以用你之前估嘅數字嚟試下。我記得你話大約有456250個已婚女性，而呢啲人可能唔止生一個小朋友。如果你假設已婚女性嘅生育率係1.6，即係總生育率嘅2倍，咁你會得到咩結果呢？咁樣計嘅話，456250乘以1.6，就大約係73萬個嬰孩。好，呢個數字係一段時間內嘅總數。如果呢段時間係20年，你可以再將佢平均分一下，即係73萬除以20，咁每年出生數字就係36500個嬰孩。冇錯。其實呢個數字已經非常接近現實數據。你睇，政府需要用大量資源做人口普查去統計準確數字，而你喺短時間內可以用邏輯嚟估算出接近嘅結果，已經非常之犀利。多謝你嘅指導，我明白咗，原來估算嘅重點唔係要準確，而係點樣用邏輯去分析同解釋問題，同時亦要考慮多啲影響因素。係啦。估算問題往往考驗你嘅思維廣度同深度，而唔係單單睇數字準唔準。所以你之前嘅答案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起點。如果喺面試中呢個表現應該會非常高分。